进来。你在看什么？我在找妖点。妖点？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听我师傅提过，据说啊，里面大妖、小妖、老妖都记录在案，只有最正宗、最厉害的除妖师才能驾驭。我就说你是榆木脑袋吧，要是真有这种东西，你师傅早就修成了，那这世上的妖也就不存在了。你师傅啊，肯定是骗你的。不可能，我师傅从来不打诳语，师傅说了有，就一定有，就是不知道放在哪里了。你就别找了，我师傅说过，机缘巧合，该是你的呢，便自然能找到；不该是你的，你把天都翻过来也找不到。时候到了，它自然会出现。而且你现在又不用除妖，你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，陪我出去玩。不行，改日吧，我今天怎么样？陪你一起去玩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觉得有点古怪，最近老觉得有人在窥视我。你也太自恋了吧！你一个大男人，又没有什么仇家，哪会有人窥视你啊？说不定是有女人看上你了，跟踪你。哪有啊？好啦，你别跟你那师姐一样，整天疑神疑鬼的，半吊子除妖师。走吧。我就是修行不行，经验不够，怎么能说我是半吊子呢？就你那三脚猫功夫，还不叫半吊子啊？你别瞧不起我，等我找到妖点，变成最厉害的除妖师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来，痛快，再喝一杯。彩雀，你少喝点儿。没事，再一杯就好。彩雀，我可能不久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你要去哪儿？不行，你还得陪我喝。我就要离开南疆了。为什么？我身为除妖师，既然小镇无妖，我也不能在这久留。我已经跟师姐商量好了，等除了进公主的妖咒，我们就离开。所以你现在每天找妖点，是想赶快除去李靖的妖咒？不是我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会一直陪住我吗？彩雀，我也不想和你分开。但我师姐说的对，身为除妖师，我也有我的职责啊。除妖师，除妖师，除妖师，当除妖师究竟有什么好的？你偏偏要当除妖师。我爹，我爷爷，我爷爷的爷爷，我们祖上13代都是除妖师，伏羲血脉一脉单传。伏羲？啊，上古伏羲为降服天下妖魔，用自己的血杀妖。我身上流着伏羲的血，自然要行除妖之事了。用血杀妖？啊，除妖师身上的血都可以杀妖，所以我身上的血也可以杀妖。我不信，拿点血来试试啊！啊！想骗我？谁让你吹牛？彩雀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彩雀，你怎么了？奇怪，他咬了我，他反倒气跑了。不行，得去找姐姐。这个彩雀到底去哪儿了？他难道又去找那个除妖师了？彩雀，彩雀，你怎么了？
好了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彩雀，你快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会受伤呢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闯了祸，害你耗损灵力。你要骂就骂吧，我绝不还口。我骂你做什么？你我情同姐妹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的。姐姐，你说的对，这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我终于明白你跟夫人说的爱了，爱就是痛，是血之痛。傻孩子。彩雀，你别躲着我，你快出来吧！彩雀，你别……有人！姑娘，姑娘！还活着，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姑娘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姑娘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碰巧路过此处，见你晕倒在河边，并非有意轻薄。多谢这位大哥，只是今生无缘报答，不去来世再还恩情吧。哎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好不容易救得性命，有什么委屈？难道非要一死了之吗？这位大哥有所不知，我自幼父母双亡，唯一的舅舅把我卖给了现在的这个丈夫。可是谁知道，他是个嗜酒好赌之徒。他不仅虐待我，如今还欠下赌债，又将我卖入妓院去。前几日，我逃离夫家，来投奔我舅舅。可谁知道，我舅舅他也生病死了。我一个人孤苦无依，走投无路。我若是被我夫家抓回去，我还不如一死了之。你的丈夫真是败类。姑娘，你放心，我既然救了你，便会帮人帮到底。姑娘，你身上有伤，又受了凉，不如我先带你找个去处，好不好？来，走。去哪里呀？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千万不要把我送回去。我看我还是不劳烦你了，你让我死了算了。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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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误会了，我是除妖师，本来就是治病救人的。姑娘，你若不嫌弃，就去我那里暂避一时，我会帮你找一个去处，好吗？走吧，来，跟我走。王大哥，小维，你这些日子白天在军营练兵，晚上还要巡夜，操心劳累。我给你炖了些鸡汤，补补身子。这么晚了还要辛苦你，快过来。小维，谢谢你啊，小维。只要王大哥能够照顾好自己，小维便放心了。先喝鸡汤吧，不然该凉了。爱一个人，便要时刻为他付出，为他着想。彩雀，你能做得到吗？小维，真好喝。小维，
王大哥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来，坐下，跟我说说。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可能这些日子有些累了吧。小薇，最近军务繁忙，我又要去照顾静儿，无暇顾及你。这府中的大小事务，反要你来照顾，我心里实在是……其实小维也做不了什么，只要能陪伴在大哥左右，帮你做些琐事，小维便心满意足了。小薇真的是温柔体贴啊，我老是觉得上天对我太好了。只要王大哥开心就好。三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怎么开心得起来呀？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可以帮我安慰三妹一下？容貌受损倒是其次，现在公主最担心的是脸上的妖咒。小薇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劝说她，只是现在公主把自己一个人闷在别院当中，烦恼也好，痛苦也罢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恐怕再这样下去，妖咒未除，人先闷出病来了。对呀，她现在整天都是一个人不说话，真让人担心呢。不过这件事情也急不得，我们只能慢慢劝公主，再想想解决的办法。对了，李将军跟我说，镇西风景宜人，游人又少，他让我带三妹去散散心，还特意给我放了一天假。我准备明天带三妹去走走。李将军还真是有心啊，可是公主在意脸上的妖咒，恐怕……也总不能一天到晚这样闷着，会闷出病来的。我会想办法劝劝她。要不这样，你也跟我们一起去，陪她聊聊天吧。不用了，公主难得出去走走，小薇还是不去了，免得公主不自在。好。好大胆啊！他是谁？哦，他是什么？你真是越来越不成器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管不了你了？不光跟那个彩雀瞎胡混，现在还敢三更半夜带个女人回来？不是师姐，你误会了。你我听解释。误会什么了？你是不是以为师姐傻呀？我看你不在房间，就知道你出去鬼混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不是的，师姐，你听我说，你误会了。误会什么啊？姑娘，请你不要责怪这位大哥。我叫福渠，家住河边巷口。自幼父母双亡，我丈夫打骂我，想把我卖到妓院去。我走投无路，便投河自尽。若不是这位大哥相救的话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都是这位大哥可怜我，才把我带到这儿的。这位姑娘，要怪就怪我好了。行了行了，快起来吧。行了行了，我不埋怨他了。又不听我解释。还不是你没解释清楚，快去擦点药，要不伤就更重了。啊，师姐，你赶紧扶他进屋吧，我去跟王大哥说一声啊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咱们住在李府，本来就是外人，而且王大哥交代过，不许带外人进来。哎，姑娘，哎呀，你姑娘，师姐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还能袖手旁观啊？先找间房安置好了之后，再跟他们说吧。啊？哦，好，走走。刚上完药，这几天不要沾水。姑娘，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休息吧，等生养好了再说。两位救命之恩，福渠必当结草衔环报答，还不知恩人大名。啊，我叫阿莲，这是我师弟庞郎。你也是一个苦女子，就别想什么报答不报答了。这些日子在这儿好好休息，也别乱跑。吃的呀、药啊，我们都给你送过来。多谢阿莲姐姐。你好好休息，我们走吧。好。
郑夫哎，这么早起，给心上人买早点呀？你好歹也是万古族的二王子，这么屈尊降贵来讨好一个女子，你不觉得低微吗？你只不过是司徒的一条鹰犬，也敢来管我？小的哪敢管您呢？只不过旁观者清，好心的提醒。你想啊，他要是心里有你，你不用这么屈尊降贵，他也会对你好。他要是心里没你，就算你死在他面前，他也不会心动。他心里只有王校尉。我的事我自有分寸，无需你多言。你不在军营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哼，正尉、校尉都不在，我这个当小兵的，偷会儿懒也无妨吧？万古王心丧。这个时候，二王子还有心情讨好一个女子？你说什么？当日大王身中数刀，被王后以昏君之罪诛杀。唉，真是没有想到，王后竟然丧心病狂。那日离开万古族，竟然和父王成了永别。虽然平日父王对我淡漠，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，养育之恩还没报，竟和他天人永隔，我真是不孝。要是我在族里的话，说不定我还能保护父王。即便二王子当时再族重，也很难保全大王周全。二王子，现在大王过世，王后独揽大权，你娘就更危在旦夕了。你还是想办法怎么救你娘吧。以王后的脾气，杀了大王，下一个就该轮到你娘了。到时候你娘再有什么不测，二王子，你父母双亡，势必永远成为万古族的叛徒，遭人唾弃。那我先去救我娘出来。不可！二王子，你现在要去正中王后的下怀，不止救不出你娘，反倒是羊入虎口啊！不过你不用太担心，族中现在有司徒长老保护，夫人暂时没事。希望你尽快的帮司徒长老找到妖典，到时候夺权夺势。你是想救你娘，又或是想娶心上人，都不是问题。天下之大，我上哪儿去找什么妖典？二王子不是跟阿莲学了什么法术吗？这法术通妖仙两界，普通人根本难以驾驭。二王子这么快便能学会，若你不是妖，怎么可能呢？住口！我不是妖，我也不会相信我是妖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上哪儿去帮他找到妖典。司徒长老已经打听到，这妖典100年之前曾出现在一个除妖师的手中，之后100年便不知下落。二王子，你要有时间多向那2位除妖师打听打听，少做些献殷勤的无用之事。大哥，你说，天地广阔，险象环生，为什么鸟儿宁愿在风雨中冒险，却不愿意被困在笼中呢？因为他们更爱自由的空间。就算外面危险重重，他们还是有勇气去面对。大哥，你今天不在军营中训练新兵，怎么跑来陪我发呆了？不是白白浪费时光吗？大哥今天就陪着你。如果你想发呆，我就陪你发呆；如果你想聊天，我就陪你聊天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出去走走的话，大哥也可以陪你出去逛逛。大哥，其实你不必如此。 我
我是怕你在这个别院待太久了，会忘记曾经的自己是什么样子。记得又能怎么样呢？一切都变了。以前被困在宫中的时候，总是想着海阔天空，任凭鱼跃。没想到，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却又……我以为只要逃出来，什么都能够做得好的，可结果却中了妖咒，什么都做不了，事事都需要大家照顾。我当初真的是太自信，太幼稚了。三妹，你是大哥见过最勇敢，也是最坚强的女子。就算离开了金丝笼，外面还是有很广阔的天空。只有经过风雨的洗礼，你才会变得更坚强。如果你不敢飞翔，还有大哥在旁边陪着你吗？来，大哥带你去看看更广阔的天空。怎么样？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我突然觉得，这就是我向往的江湖。天地如画，江山恢宏。对，大哥，我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来。不行，我怕我喝醉了。喝醉了我就背你回去，就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样。大哥，当时你知道我是公主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啊？哦，说起来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那好，今天静儿就自罚一口。好。大哥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你说你游历江湖那么久，难道就没有遇上一个红颜知己吗？少年的时候，我爹娘教诲，王家子弟必谈情爱之事，谨记少沾惹女人，所以我出门在外便会对女子敬而远之。为什么呀？是觉得女子很可怕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我朝女子太过彪悍，你爹娘怕你受女子的气吧？不是，似乎是祖辈上有人深陷情爱纠葛，落得个半生不幸，所以才有此家训。那大哥，既然严遵家训，你们王家又是一脉单传，难道就不想成亲，传承子嗣吗？以前江湖漂泊，少年意气，不喜约束。等到了南疆，觉得镇守边关，马革裹尸，便是我的归宿了。从未有过成家之念。可你却遇到了小维，情不自禁，深陷其中。小维是个好姑娘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她是一个弱女子，身世可怜，身边连个能照顾她的人都没有。所以，我想尽一己之力保护她，照顾她，给她一方容身之所。大哥，我想听曲。大哥不通文墨，也不懂音律，更何况这荒郊野外没有乐器啊。我朝游侠弹剑长歌，大哥游历江湖那么久，应该也会吟几句吧？以前倒是听说过，只是……大哥，那大哥就献丑了。三妹，见笑了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怀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将进酒，杯莫停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
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大哥，你有这般豪爽游侠的气度，为何却不解儿女之情呢？如果你像郑兄，不过郑兄的落花缤纷虽美，却不如你的一曲长歌荡气回肠，让静儿更加倾心。将进酒，杯莫停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彩雀，彩雀，彩雀，彩雀！小薇姐，螳螂兄弟，你找彩雀有什么事吗？昨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，惹彩雀生气了，她一气之下就跑开了，也不知道她气现在消了没。哎，彩雀在吗？螳螂兄弟，你是除妖师，将来是要行走四方除妖惩恶的。可彩雀呢，只是个寻常女子，她以后是不可能陪你一起行走四方、浪迹天涯的。你要真对她好，就不要凡事都找她，让她依赖于你。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等你将来离开的那一天，你要彩雀一个人如何面对？倒不如趁着大家感情还淡的时候，早点了断来得好。小薇姐，我们是朋友，我可以一直陪在彩雀身边。你叫彩雀出来，我跟她道歉，跟她解释好不好？不好。彩雀虽然贪玩任性，但也是个女子。你和她虽是朋友，但天天玩在一起，瓜田李下。你身为男子还好，但这样会毁了彩雀的名声。你和她既然没有男女之情，又何苦让她与你朝夕相处？最好离她远点儿，否则等你日后离开时，彩雀也一定会伤心难过。小薇姐，我不会伤害彩雀的。可你已经伤了她了。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小薇姐，你告诉我，我一定改。你没错，只是你自己衣食不保不打紧，难道要让彩雀跟着你一起浪迹天涯，挨饿吃苦吗？这个傻子这样就走了。小薇姐，我除了当除妖师，还能行医诊病。就算这些都不行，我还有一双手，我年轻力壮，能干许多活，我一定不会让彩雀挨饿受苦的。庞哥哥，彩雀，我饿了，去吃点东西吧。走。彩雀，走吧。早点回来啊！三妹，你看，平时出来逛逛也挺好的嘛，不要总是一个人闷在家里胡思乱想的啊。哎，王校尉，今天不忙着操练将士，有空闲呐？我看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出来溜达溜达。这位姑娘是你的娘子？哦，你误会了，这位是我的妹子。哦。这个，这个多少钱？啊，这么贵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王校尉的妹子果然也是好身手啊！谢谢谢谢。幸亏了。啊！妖怪！妖怪呀！三妹，三妹，三妹，回来了，你们玩的可好？三妹，三妹，大哥，小薇，你们都别说了，我今天不想跟任何人讲话，你们让我安静一下吧。还有，今天任何人都不要进别院，我想一个人待着。
王大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才出去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？本来三妹的心情是好转了很多，但是刚才在路上，有人看见她脸上的妖印，就大喊妖怪。都是我不好，就不应该带她出去。你也是为了公主好啊。是我考虑不周。她躲在别院，就是不希望面对自己被毁容这件事。可我还是没有保护好她，还是让她被人羞辱。王大哥，今天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，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。如果不是我非要带她出去的话，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师姐胃口这么大吗？这么多点心，一人吃2份。本来就是2个人啊。嗯。王大哥交代，不许外人进府。啊，我是说，我师姐最近胃口好，一个人就跟2个人似的。你那师姐真是难养，一个人吃这么多。我说你真是个傻子，她到底是你师姐还是你娘啊？整天这么哄着供着。好了，走了。师姐，师姐，我给你买了点心。师姐，奇怪，大晚上的，师姐去哪儿了？姑娘，这是给你的点心。庞大哥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别客气了，拿着吧。你如果还有什么想吃的，我明日再给你带来。那这些点心，夫妻先收下了，不敢劳烦大哥再破费。我的伤现在已经不太疼了，等我伤好了马上就走，绝不会劳烦和拖累2位恩人的。姑娘，你说什么拖累呢？我跟师姐行走江湖，救人危难是应该的，你就别想了，安心待在这里养伤吧。我跟师姐救人救到底，一定会帮你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多谢庞大哥，福曲感激不尽。那个姑娘，这里并不是我家的府邸，我跟我师姐只是暂时留住在此，私自收留姑娘有诸多不便之处，还请姑娘谅解。那个，以后就少在府中走动，不要让其他人看到。请庞大哥放心，福曲明白。娘，父王不在，我该怎么救你？我该相信司徒帮他找妖点吗？可是妖点到底是什么呀？我要怎样才能找到？怎样才可以救你？郑大哥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怎么找到这儿了？有急事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是看你晚饭时分还没回府，我怕你太忙没吃饭，就带了一些点心来，你赶快吃了吧。谢谢你，阿莲姑娘。啊，对了，阿莲姑娘，你不是让我给庞兄弟在军中找事情做吗？我已经跟李将军说过了。真的吗？那李将军答应了。李将军说，军营当中现在正好缺少懂医识药的医官，庞兄弟懂医术，正好可以胜任。那饷银多少啊？不是的，郑大哥，你千万别误会我和我师弟，我们不是贪财之人，只是因为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寄人篱下、靠人施舍。如果庞郎能谋个好营生，我们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啊。我当然明白，我们肯定不会亏待庞兄弟的。我已经跟李将军说过了，他拿的军饷跟我们一样。真的吗？郑大哥，你人太好了。庞郎能谋这么好的营生，肯定是你在李将军那儿说了庞郎不少好话。我先替我师弟谢谢你了。不用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理应相互照应嘛。礼尚往来，我也应该回报你，郑大哥。要不我教你学法术吧？上回我教你那个，你还记得吗？法术啊，要经常练。要不你试试？别像庞郎似的，动不动就念错。
那我试试看。嗯。赤莲华不空，现成吉祥。哇！我修炼了10年才做到的，你一个平常人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按照你教的苦练了几日，没想到还真挺灵的。没想到郑大哥除了武功高强，修炼也这么有天分，这是天赋异禀啊！我要是有你1半天赋的话，斩妖除魔肯定不在话下了。你要是做了除妖师的话，肯定会非常厉害的。没有，是阿莲姑娘教的好。阿莲姑娘，为了谢谢你，送给你。这妖灵100年之前曾出现在一个除妖师的手中，之后100年便不知下落。二王子，你要有时间多向那2位除妖师打听打听。阿莲姑娘，你们除妖师有没有什么宝典或是秘籍，供参考修炼的？除妖师门派很多，每个门派修行方法都不一样。就拿我们天元门来说吧，我们讲究清静苦修，师傅口传秘诀，也没有什么秘籍宝典之类的。哎，郑大哥，你问这个干嘛呀？你是想跟我不是，你是想跟我们一起做除妖师吗？没有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以后再遇到什么妖怪啊，多了解一点不是更好吗？郑大哥，你想的可真周全，连我这个除妖师都自愧不如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我做除妖师这么多年，见过的妖也是寥寥可数的。妖修行少则100年，多则1000年。你放心啦，如果要是真有妖在的话，还有我呢，他们是不敢作恶的。在军中，一人衣冠制止，主要是给将士们治病疗伤。但是呢，军中缺医少药，可能需要你自己上山采药，会辛苦一点，但多少是个营生，能够挣钱糊口。郑大哥可以给我安排这份差事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以前学医修行的时候，我也常随师傅上山采药，没问题的。郑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嗯。哎，郑副卫，这就是新来的医官吧？这位大哥，我叫庞郎。日后在军中任职，承蒙关照。哎呀，这么年轻啊！虽说我看着年轻，但我从小师从高人，又得祖传医术，小到头疼脑热、刀剑轻伤，大到疑难救急、不治之症，虽不敢说样样药到病除，但也可好个7、8分。日后在军中，一定尽全力治疗各位兄弟，还请这位大哥多多照顾。好，听庞郎兄弟这么一说，好像医术了得。我有个小小的请求，你能不能先帮我看一下？我这2条腿之前在沙场的时候留有旧疾，一直不能治愈，尤其到了这个南疆，气候湿润，总是疼痛难忍，一遇到刮风下雨就更受不了。你能不能想个法子，帮我先治治这2条腿？没问题，这位大哥，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，我帮你看看。好，这边吧。起来试试。哦。哎，好像真不疼了啊！果然有效果啊！这是以针灸配风毒的疗法，这次虽然好多了，但是要彻底痊愈，还需要长期的治疗啊。多谢庞兄弟，实不相瞒啊，我这2条腿啊，
求了不少大夫，但都束手无策。没想到你的小针一扎上去啊，竟然就好了，真是年少有为，人不可貌相啊！这位大哥，过奖了。哎，对了，唐兄弟，你才到军营，可能还没个住处。这样，你到我这儿住，咱俩互相有个照应。多谢大哥好意，我已经有住处了。我是随王大哥，也就是王校尉一块来小镇的。我们现在同住在李府。哎呀，怪不得，原来你跟王校尉是一块的。王校尉可是个高人，武艺超群。没想到他身边的朋友个个身怀绝技啊，真让我们这些镇守边陲小镇的守军啊如虎添翼，如虎添翼，如虎添翼啊！报，郑副委，刘兵头，不好了，张小柱死了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，它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